哋要做嘅時候，第一個喺呢個距離，就因為你哋其實呢三個距離好簡單嘅，即係要理解一樣嘢話，喺呢個位置，當你考試書之後起身，咁你牙齒尾嘅時候唔會喺呢度，呢層都已經唔同意啦。咁而家呢個位置裏邊咧就睇住你自己點樣入，有一日到方法。一咗到時間嘛，第一個打法你自己控制入去踩開對方，所以真係你可以入到2站，我係放打2站，即係呢個距離係咁易打嘅。OK， 所以頭先喺呢個位置裏邊第一個就係一咗到拆開對方，3個距離嘛，可以過3個自己打，唔好懷疑。我哋自己，但係你第一個就得到，第一個而家我入去，我可以選擇3個嘅，你哋喺度作戰能力裏邊就俾你做呢個，我已經係玩到喺呢度，我叫你入去感覺，係咪？我已經講過嗰時感覺，對方，咁你入到去自家買晒，對方嘅感覺係咪更加強？輸翻嚟嘅力度係大，或者係跑咗。所以咧，你呢個引動裏邊由呢度到冇到有，遠嘅一張刀嘅，近嘅力度等於你稱裏面呢邊，個3條繩，嗰個稱裏邊有3條繩，個3條繩就會連你自己嗰個接觸能力。咁你接觸能力強嘅時間，我喺呢個拖麻喺度打，係咪呢個時候記唔到啦？咁要打到唔同嘅，所以真係要理解呢個就你要做第一個。所以喺個位置裏邊，就你跑上打散啦，打散咗，係嘛？用你啊嘛，我已經講過啦，你唔好。即係所謂一個佢點樣點解？喂，總之就係遠㗎，自己中意遠啲、近中啲。係啦，你入去嗰步係點樣闖開對方條正線啦？呢個係最主要標目的啊嘛，記得記得嘛。頭先你講緊3個距離啊嘛，遠近一咗都唔同㗎。咁咧全部都係喺速電呢啲距離。呢個係第一個步法。頭先佢打3個步法，第2個步法係咩啊？即係喺度開始。你唔好將3樣嘢都唔得。即係第一個喺度先，第一個喺呢個位。第一個唔係喺個位，第一個位嘅 plan 就係當你鬆條考試啦，鬆條。出嚟，你點入啊？你考試係咪要入？你點喐咗？你有冇組織啊？冇組織咪傻咯，係俾人打咯。所以成日講住一句説話就係你自己入去嘅時間有冇組織？你冇預計你已經入去就俾人打，點解要做呢個戇居嘅嘢？比賽你睇到啊，大把嚟㗎嘛，一企出嚟入啊，咁就宣佈咩？你要入嘅自己要準備好你自己一個防守性，有冇去先知先後知先嘅感覺先得㗎嘛？呢個係貪嘅，你連貪嚟嘅效果都唔知嘅，有好多人啊永遠都唔知佢貪嚟係點㗎，明白咩叫貪啊？我講好多，我成日都講貪，每間館都唔知佢貪，而家係我先至貪，我唔怕講嘅，你夠膽發出去。喺嗰個位置，當你起身，我入去，我準備好啦，佢臨俾我入去，佢即刻打我咩？係咪好自定人哋一定打你嘅咩？呢個你要送咗射巴咩嘅？咁你而家射巴咩嗰時候要做咩射巴咩？係咪做一個反防啊？先擊先啊？所以裏邊係包含好多嘢㗎嘛，係嘛？貪嚟係點樣去預計，同埋你點組織？呢個智慧係考試嚟嘅。第一，因為我哋講3個距離嗰個問題。你第一個係乜嘢？都唔講咩？
因為我呢3個我未完全明白過你個生活距離點樣定10個，因為我知你遠近。我話俾你聽，已經講咗啦。喺呢個位置，出嚟，你可以入晒，入到最深都得。由你中意打邊度，我唔知你中意打邊度。Yes。第二個距離已經係打到打到開始啦，係咪啊？張哥啊？第二個距離就喺呢個位開始啊嘛。第三個距離已經打到啦，我冇睇啊，我冇睇啦，我要入去。第三個距離你會將第一個距離將第三個拉埋。咁第二個距離第二個距離傾緊啊！你點睇啊？第三個距離你都唔知我講啊！你學咗3年以上，你都唔知我講乜？即係你話3個地方唔同開始。所以你咪學唔好咯。第一個距離喺度，你入去又可以揀3個距離，係嘛？你自己出腳出手嗰度距離啊嘛。即係第一個距離。第二個距離啲戰鬥當中，大家喺度戰鬥緊，係一組一組啊。咁係咪一組一組去打啊？但係呢度你當你喺個位置，如果我喐個頭，係咪成交咩？當我喐隻手，係咪成交會啊？當我喐個 man 到，我成日提住呢3個係咪？係嘛？無論你第一、第二個距離，就係你嘅步伐個距離咁啊嘛。第三個就喺呢度，大家已經學緊啦。我冇辦法啦，佢入嚟啦。佢逼死我去打第三個步。話我咩啊？嚟我講教咩？我都知道。你而家先知啊？大佬，佢先知道講咩？嗱，我有9個佢嘅教法，佢咧我有9個佢嘅教法。9個就係喺呢個位置，第一種打到3個，而家打第二種打成3個，我哋第二種會打到3個，點樣先？咁我入啦，我入啦，我打第3個，完啦，第3個。喺度我喐，第三個喺個學將入去，都係類似第一組嘅嗰3個佢嗰個步伐，但係對邊打先好？呢邊但係最高嘅係犯錯咧，但係成功嘅貪婪裏面就話我喺呢度。我入去打我地方咧，我唔太疏，要呢個處理嘅咧唔知，或者我入去打我咩地方？呢個變化就係貪主動性嘅地方產生嘅變化。9個打法你都唔熟，我覺得9個打法時間機嘅3個打。最主要係頭嗰3個，或者第二個變化就係因為做對攻，因為你做緊我啊，咁啊就地方第3個之後，3次運動係點啊？9個步法裏邊係3個。到而家都係咁樣，得唔得？你明唔明啊？你都記得我教過，但係你好迷惘一樣嘢就係第一個呢個距離，我成日都講住，就算而家都係，到而家都係好唔明我叫人嘅。我講嘅即係或者當你考試鬆條起身，呢個時間係你應該入嘅，但係你就咁樣，
呢個肯定一步就會咧，佢都係少啲。如果考試點樣？自己一直習慣就一步。係咯，嗰個第一個啊，所以或者喺呢個時間亦都係喺呢個位置佢哋係咁嘅，係嘛？咁你會係選擇呢度打呢度打呢度打，一定係第二個。咁你會有一招一多㗎嘛？咁就話我其實俾一個選擇就係你自己第一步可以考二版咧，就都係考二版，先知一見考到。考少咗6、7件都喺呢度打嘅，就會入去呢度。但係好多咧就唔係入去呢度，佢慢慢到一多都當打鬥嘅咁啦。呢個係打鬥過，睇過其他啲打嘅啦。有啲唔係啦，就都喺呢度仲未到，仲係最逼。嗰3日佢哋，咁對方有個變化出嚟咁。對方受你嘅你個參與，對方嘅參與呢個對方嘅參與。但係如果係真係一路入去咗，係一個隊嚟嘅呢個位置，我一入嘅時間人哋嚟啦，呢個地方喺地方嗰度嘅地方有唔同啦，係參與之後再加上對方嘅呢個生態本身就參與。第三個關鍵就話，當我喺呢度去打第二個攤嘅時候，打第三個攤嘅時候，喺我這裡做，咁咧打波、打蘇，所以三種裏面有9個變化，要從這個變數去明白，咁就成你自己心裏面所有嘅資料，有嗰個資料。你先有嗰個信心，有咁嘅壓力，去俾佢對手。如果你冇咁資料，對你嘅嘢唔好啊。咁我成日講嘅就係打，我就有咁信心。所以成日講住一句説話就話：當你喺我同你哋同人哋 catch 嘅時候，我喺呢度企嘅時間，你可以望下其他嘅，佢有冇信心，有冇信心？你睇住我打，你睇到我嘅信心。呢個就我上次同我係自己影張相，睇你嘅 back， 你睇到你嘅手，好簡單，就你擺出嚟，你個細算對住佢，我入嚟佢就咁望，但係佢講到細，你要學呢啲嘢，低。你好似水咁樣流入去，同一時間係唔同對方，我入去你拍波，個逼喺邊？呢個永遠都係一個教會嘅一個上高感覺。而家你哋大家去嘗試下，第一個可唔可以大家喺度，你手指控住。手人手係啦，喺右手度，右手一定抽，但係左手當你起嘅時間，會順。有邊人做？喺個位置，大家去爭取入，但係揾到咩位咧？揾到咩？哦，呢